高雄市的中华国小伫教师节进前规划一场创意短剧，因普通时学生囡仔伫教室内底各吵各争的行为，学生囡仔上课吵吵闹闹、乌白蛋纸，也是共创治，互学生囡仔演做老师，了解老师教册辛苦。虽讲是笑诼剧，毋过嘛真有教育意义。不可以坐下，我痛哎！坐下，下课不去还在那边玩鬼抓人。上课真正享耍，学生同款吵吵闹闹，无要听老师的话，乖乖上课。这9位学生其实拢是中学国小老师，台顶的2位老师是学生演的，因展现出平常时学生上课会有啥物款的歹习惯，包括袂专心直直讲话，若无就是等物件真爱耍，互台下学生看了是笑嗨嗨。像有些演的桥段，就真的很像我们班同学会做出的行为，像不举手就讲话，还有一直想上厕所或开冷气。觉得同学们都很好笑，就很多行为都很像我们平常班上同学的行为。这是中华国小今年特别准备的教师节戏剧，透过教师互换演出。台顶遮给学生的行为，互学生就亲像看到家己同款，会当反省家己的行为。这老师平常真的很辛苦，小朋友上来演老师，他回去会分享，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很辛苦，那学生一直在作乱，或者是整个班级很吵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上课品质就是不好的。透过角色对调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让他们知道。就是对方的想法，就是站在不同立场的想法。因为这次创意甲笑诼演出，才侪学生看了后，拢伫学习单顶面写出家己上课有啥物款的歹习惯，才侪学生拢体会到老师的辛苦，也表达对因的感谢。这应该是送予因上好的教师节礼物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